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编号第3号。今仔日我要朗读的题目是第1篇《乌吉仔来做秀》，作者林淑琪。今仔日是休困日，阿母讲，真久无去北海岸佚佗啊，咱来去石门拜访嘉平阿姨。阿姨真好客，带阮去因的鱼仔钓鱼，搁带阮去参观因的山顶厝。一个到遐，所有的物件拢互我感觉足神奇的。妈，紧来看，遮有一面大壁镜哦，对面的山树啊，拢伫内底呢。阿姨讲，这是以前山农会改建拆落来的自动门。阮爸爸感觉单调真无彩，甲起来用的。阮四界参观，发现有浮动做的面粉仔、大水茶做的椅仔、旧篱笆做的花手、石板做的拖板，搁有细地泰路，看看斗起来，美丽的多样。互我感觉上神奇的是阿公竟然利用遮特殊的地形，照落起一间厝，搁用山泉水来洗肠咧。阿公讲伊少年时阵，就真想要来山顶饲鹿仔，过恬静的生活。毋过爱上班照顾家庭，一直到10几年前，才开始四界去捡宝。人无爱的物件，就收来遮 DIY。豆豆啊，这间环保厝就起来啊，实现伊青春的梦想。伊讲，遮的樱花、桂花、桃仔丛甲木瓜丛，拢是伊种的。搁有本地就有的山杉、饭仔树斗添庄，所以一年四季都有无共的自然景致通欣赏。即阵，阮坐伫野亭仔骹泡茶、开讲，看到远远的树仔顶，有一阵长尾山羊飞来歇伫遐，若唱歌，若跳舞，甲新娘尾仔拍袂停，好亲像咧欢迎阮遮的都市爽。遐哪有两簇草仔咧？姐妹抬头看对鞋仔去，原来伫凉亭仔的鞋仔骹有鸟仔要来遮做秀。阿公哪笑哪讲，无法度，阮遮地理好，鸟仔偌爱来遮做秀咧。下草仔就是乌吉仔加来的啦。阿姨讲，将鸟仔干那咧变魔术咧，远远看是乌色，赶近看变橘仔色，日头光一照，伊真正的毛就敢若宝蓝色的琉璃咧，就吼伊毋拿水，阁真骨力。阿公煞落去讲，遮的鸟仔透早天要光，就伫阮的厝尾顶唱歌，敢若天然的热情仔咧。听因安尼讲，阮心内煞暗暗仔期待，希望即个鸟仔秀会当赶紧做好。安尼，明年搁来的时，阮就会当看到鸟仔囝。石门阿公的山顶厝，有大自然的清芳，嘛有尊重生命的环保心、乡土情。
遮有伊青春的美梦，嘛有阮温暖的记忆。阮要大声甲讲，会当来遮佚佗，实在福气啦！多谢你，我的朗读到遮结束，感谢大家。